苦苦堅持，拍了會上線，為何不可以由我去決定誰才應該在副本中擁有位置？當你下次要輸出時，手掣撳到沒電時，情願你別來找這低雙女子。面對波比，跑也沒法子，彷徨得可以。男生中只有招揈我老鼠，原來就算最高尚不過暫時，名次每隔2秒都改變位置，4變5 9變16，來到這事件更加諷刺。何令已變了你的16萬愛人，隨便碰上某個直到比我更高尚吸引，期盼某日面對隧道人，能防備柴犬突破我命運。我以前是浸一，怎會慣落定會愛人？曾經也上到最高，逐漸落滑谷底的我，看見路明他遠我是近，因我見過屁無彌漫，才會受教訓。輸出的人不愛做亞軍，仍然很興奮，誰知吞聲忍氣就變最尾。誰人話我會轉你超過別人，連跌到4、5、6、7都會密穩，因了你更薄恨，能叫我跌到永不超生。何令已變了你的16萬愛人，隨便碰上那個這都比我更長後吸引。偶爾我亦願我是謝謝，能轉我凡塵共你再合勁。我以前是真一，怎會慣落定會愛人？曾經也上到最高，逐漸落滑谷底的我，看見盡文他與我是近，因我試過劍士無憾，才會受教訓。不想再競逐蚊蚊的吻，我怕揚了野公憤。面對幾千個浪君，終日查問，是誰幸運做了輸出冠軍？何令已變了你的16萬愛人，隨便碰上那個他都比我更高更出眾，最怕以後位置再下沉，完結了也紅痕也再別恨。我以前是浸一，怎會慣落地會愛人？曾經也上過第一，現在分愛深深不忿。看那排名，他上過又上，當我發了8、6、0萬，誰個又要問？